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今日香港一單新聞，睇到好多人個心都一沉。喺觀塘一棟工業大廈發生咗一單墮樓命案。起初大家都以為只係一單不幸嘅意外，但隨住消息傳出，死者嘅身份引起咗全港關注。佢就係曾經擁有數十間分店，香港平民餅店大亨海絲餅店嘅前老闆蕭偉堅。關於事發經過，目前仲係眾說紛紜。有消息話，當時係蕭生發現有可疑人士，於是奮不顧身追出去，點知喺過程中失足墜樓。但亦有網民喺度猜測，當時到底係佢追緊人，定係佢被人追？呢一點警方仲喺度調查緊。但呢單新聞已經令網上議論紛紛。講起海絲餅店，相信唔少香港人都食過。蕭偉堅嘅創業故事曾經係典型嘅香港奮鬥史。1980年，蕭偉堅中七畢業，靠住屋企人支持，同兄弟姊妹一齊開咗海絲餐廳。90年代初，佢睇準麵包業嘅潛力，將餐廳轉型做餅店，由生產、分銷到零售一手包辦。全盛時期，海絲同旗下品牌半熟工房、麵包秀夾埋有成70幾間分店。無論係屋邨定係地鐵站，你總會見到佢嗰個紅色嘅招牌。當時嘅海絲每間鋪保守估計月賺10萬，一個月淨袋700萬，一年收入過8000萬。對好多街坊嚟講，海絲就係平、靚、正嘅代表。但點解一個咁成功嘅品牌會搞到清盤收場？根據媒體揭露，海絲嘅危機唔係因為麵包唔好賣，而係因為老闆對磚頭嘅執着。蕭偉堅喺生意穩定之後，開始瘋狂入市買鋪。高峰期佢手持約60個物業，市值高達10億港元。致命傷係咩？係槓桿模式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佢大部分鋪位都係用高息借貸買翻嚟，首期可能都係借，結果變成10個沙煲7個蓋，每個月單係供款、還息、出糧、交租，支出驚人。就算麵包生意再好，都追唔上利息嘅滾雪球。老闆娘蕭太曾經接受訪問，語帶激動咁講過，蕭生買物業呢10年係搏命咁買，完全唔聽勸。最後海絲因為拖欠薪金、欠供強積金、欠租，喺2024年前後被正式清盤。正因為有呢段喜樂人生，今次嘅意外令網民反應極端兩極。有人覺得非常惋惜，認為一個70歲嘅老人家，就算身處困境，見到可疑人士，依然有一份追賊嘅血性。呢份勇氣值得尊重，但亦有人覺得為咗財物去冒咁大風險，到底值唔值？甚至有人將焦點放喺佢過去嘅財務爭議上，言辭尖銳。但老實講，人都走咗，呢啲爭議係咪應該畫上句號？蕭偉堅嘅一生由小康之家到麵包大亨，再由巔峰跌落谷底，最後以咁樣嘅方式謝幕，真係令人唏噓。呢件事亦都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警示：喺危急關頭，人身安全永遠係第一位，錢財甚至係公義喺生命面前都係次要。面對犯罪行為，報警同保護自己先係最明智嘅選擇。海絲餅店嘅紅招牌或者會慢慢消失喺街頭，但呢單悲劇留落嚟嘅思考，或者會喺大家心入面留好耐。你對海絲餅店又有咩回憶？你覺得今次呢單悲劇最令你感慨嘅係咩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我哋下次見。